中山咧有一個第4代住宅推出嚟啦，就係我身後呢個海悅府。咁個位置咧相當之尷尬喎，就喺呢個南區嘅城南一路呢段。咁我隔離咧嗰個金水灣啦，係我經常推嘅。嗰片幾錢啊？30零萬嘅2房，仲要係住宅。呢度咧15,000蚊到18,000蚊嘅吹風價，係吹風價嚟㗎。9月初先開盤嘅。咁啊，感興趣朋友咧可以跟我鏡頭上去邊行邊講。上到嚟呢個示範單位啦，呢一套咧係145平方米嘅4房3廁雙套房嘅戶型。咁講下呢度嘅優缺點先啦。首先缺點嚟講，好明顯呢度嘅地段咧就真係好尷尬，有少少城鄉結合部嘅 feel 嘅。咁其次嘅話就係呢一度嘅地咧唔係太過新鮮，92年嘅地，大家自己計下呢個住宅用地啦。嗱，呢度咧專梯專戶啦。佢嘅實用率咧去到120% 嘅。如果你喺中山睇開啲第4代住宅咧，你會覺得呢度嘅專梯專戶呢個 area 咧係細過同樣作為第4代住宅嘅其他項目。其次嘅話就係成個南區嘅資源價值咧係支撐唔起呢個價錢嘅，15,000到18,000。有呢個價錢嘅朋友咧，點解唔會去睇話旗江新城同埋東區啲樓咧？小弟我就大膽啲預測啦，呢一口價15,000到18,000蚊1平方米，只不過係發展商啦為咗試探呢個市場嘅接受程度，你畢竟同樣嘅地段，隔離嘅遠洋天鑄2期都賣到成15,000蚊一個方，硬傷咧就講完啦。接落嚟咧就講下呢度嘅優點啦。作為第4代嘅住宅嚟講咧，佢呢度嘅樓底高咧有成3.3米，而且地板樓板嘅厚度咧高達20公分啦。如果睇開中山珠海樓嘅朋友咧，坦洲有個盤咧啲樓板咧你就知道㗎啦，淨係得呢度嘅一半。換言之咧，呢度咧你喺上面跳舞大笨象喺度跳舞，下邊嘅鄰居啊都唔會話上嚟投訴嘅。有呢度嘅容積率淨係得1.5，容積率咧就說明佢係一個非常之適合改善居住嘅小區嚟嘅，而且咧呢度嘅車位比例咧高達1.8啊，一戶人家咧有成1.8個車位，交付嘅標準都幾高下嘅，Low-E 嘅玻璃啦，大金嘅恒溫冷氣啦，而且周邊嘅配套都 OK 下嘅，有埋天虹啦、大信新都會啊，同埋金鐘湖公園啦、中山樹木園啦。嗱，呢一口價吹風價15,000蚊到18,000蚊，直接對標呢個遠洋天鑄。最終發展商會唔會高開低走呢？大家可以評論區討論下。